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。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。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也变吃饭超人啦。在澳洲的微笑岛上，有一只总是笑眯眯的小夸卡，大家都叫它阿乐。每天中午，动物学校的食堂都会响起熟悉的声音。魏熊老师摇着铃铛，午餐时间到！动物们立刻跳上自己专属的座位，开始吃午餐。袋鼠圆圆一坐下就不停地吃，10分钟清空餐盘。笑翠鸟大嘴用力咬咬鱼肉，5分钟吃完还发出咕咕嘎嘎咕咕嘎嘎咕咕嘎嘎嘎嘎的声音。连慢吞吞的海龟都能在铃响前吃完海藻沙拉，只有阿乐咬一口水果，开始观察。哇，这葡萄好像紫色的宝石耶！嚼2下叶子，又被窗外的蝴蝶吸引。等等我啊！等他回过神来，午休结束的铃响起，他的餐盘还是满满的。魏熊老师轻轻摇头：“阿乐，你又没吃完哦。”阿乐低下头，摸着咕噜咕噜叫的肚子，心里悄悄冒出一个念头：吃饭慢真的不好吗？第2天，悲剧接连发生。阿乐在丛林探险课爬第1棵树时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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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肚子发出大声抗议：我没力气了！扑通！他滑下软垫，同学们紧张地跑过来：“阿乐，你怎么了？”回到教室，魏熊老师拿出蜂蜜坚果饼干。今天午餐有吃完的小朋友才能领哦。阿乐眼巴巴看着大家开心吃坚果饼干，自己只能舔舔嘴巴。放学时，阿乐想玩夸卡跳跳。袋鼠圆圆说：“阿乐，你每次都太慢啦，我们先去沙坑咯。”阿乐坐在空空的食堂里，眼眶有点湿湿的。原来吃饭慢真的会错过好多快乐耶。午餐后，魏熊老师拍拍阿乐的肩膀：“阿乐，想参加超能吃饭特训吗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帮你打造一个吃饭专属魔法空间哦。”阿乐眨眨眼：“咦，什么是魔法空间？”魏熊老师神秘地拉开一道布帘，阿乐惊呼：“哇哦！”他看到了一张小小的木桌，上面只有一副亮晶晶的汤匙和叉子，一个橘色的盘子，还有他最喜欢的水杯。咦，
玩具呢？平板电脑去哪了？老师笑着说：“这是纯净餐桌，只放吃饭要用的东西，让你不再被分心小怪兽打扰。桌上还铺了一张柔柔的米色餐垫，不像之前那种有恐龙、有机器人，会让人一直想玩。”无尾熊老师说：“这是你的专属星星餐椅，只要你一坐上来，就像启动魔法一样，进入吃饭世界。”阿乐一屁股坐下，哇，好像进了太空舱。无尾熊老师点头，好。准备好，我们开始3大任务。任务1：火箭燃料大作战。老师拿出蓝色沙漏，这是火箭倒数器。沙漏漏完前吃完，你的肚子会变成火箭发射器哦。阿乐看着流动的沙子，变得超级专心。第一次挑战只插3口，但已经比昨天快了。叮！老师盖上火箭印章，你快要升空咯。任务2：能量方块收集站。老师把午餐变成游戏。首先，他先把所有的菜和肉切小块，从少量开始给，有吃完再增加量。红萝卜是红色动力方块，肉丸是金色力量金球。每咬15下就能收集一个能量方块，集满5个换蜂蜜坚果饼干。阿乐跟老师一起数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一路数到15。叮！咬完还开心喊：“我变成咬咬超人啦！”任务3：速度特工合作。老师请来吃饭最快的大嘴当教练，只要你准时吃完，我就教你空中翻滚接鱼术。倒数开始，大嘴帮他加油，冲啊！还剩2分钟。阿乐吃完时，2人一起击掌，开心极了。1个星期后，在探险课上，阿乐爬到最高的树，挥着手说：“我有力气啦！”原来这就是火箭燃料的感觉，有吃饱就有力气爬了耶！午餐时间，他第一个举起空盘，我吃完了，全班为他欢呼。放学时，袋鼠圆圆说：“阿乐，今天你要不要一起玩夸卡跳跳？”阿乐开心点头，当然要。无尾熊老师还颁发1枚吃饭魔法师勋章。阿乐，你现在是我们的吃饭队长咯，要帮助其他小朋友哦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换你试试看。阿乐偷偷告诉你他的秘密，火箭沙漏让他知道10分钟可以做好多事，从少量小块给食物的能量方块游戏，让咬咬变成冒险任务。和朋友一起吃最快乐，
他和大嘴现在每天比赛谁吃的又快又好。专属的餐椅与干净的桌面，就像开启魔法世界一样，让吃饭变得超有仪式感哦。你也可以成为吃饭魔法师。今天吃饭时，你要先试哪一个魔法呢？阿乐偷偷建议你从少量小块咬咬游戏开始，最简单，只要你肯试，一定做得到哦。吃饭也能像冒险一样好玩，今天就来试试看吧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